孕婦皮膚痕癢出疹應該點樣處理呢？點解我有咗 BB 之後，啲皮膚成日都痕同埋出疹嘅？婦女喺懷孕期間，皮膚會因為荷爾蒙改變而受到影響。研究顯示，約20%嘅孕婦喺唔同週期都會出現某程度上嘅痕癢同埋出疹嘅。有啲孕婦可能淨係會感覺到皮膚無端端痕，有啲就發現身體突然出現啲細小突起嘅紅疹，甚至乎較大面積嘅風癩。當然，痕癢同埋疹係可以同時存在嘅，而最受影響嘅位置係肚皮、大腿同埋臀部。如果陀住 BB， 皮膚成日痕又出疹，會唔會影響 BB 㗎？呢種皮膚變化對孕婦同埋 BB 嘅健康都冇負面影響嘅，而絕大部分嘅情況都會喺生完 BB 嘅幾星期裏面逐漸消失。咁皮膚痕癢出疹嘅時候應該點樣處理呢？首先唔好用手拗，因為咁樣會令到皮膚更加痕，甚至會引致發炎。其次就要避免過分洗刷，用太熱嘅水沖涼，同埋用太多番梘或者沐浴露。要着鬆身棉質嘅衫。你可以搽適量嘅潤膚霜去舒緩痕癢。如果情況冇改善，就要向醫護人員查詢需唔需要藥物嘅治療啦。我有冇乜嘢需要特別留意呢？孕婦要加倍留意一啲罕有嘅皮膚病。如果發現啲疹帶有水泡或者嚴重嘅痕癢，特別淨係局限喺手掌、腳掌，又或者發燒、膚色轉黃、關節痛，而成個人整體上都唔舒服嘅話，就應該盡快睇醫生，以確保得到適當嘅治療。